母音 A、E、I、O、U 呢啲係高音，亦都係長音。佢哋嘅短音係呢啲字嘅頭音 as、as、a、is、is、e、o、o、o、as、as、a、a、e、o、佢哋嘅高低中三個音調係 a、a、a、e、e、e、o、o、o、a。呢英語拼音法嘅5步，第一步分音節，子音大母音音節，子音大母音，子音大母音。第二分音律，最後3個音節一定係高、中、低 high、mid、low， 中、高、低，前邊嘅通通都係中音。第3步拼上，第4步拼下。點啊？呢一個我要講過，我先突然間聲彈咗出嚟，唔好意思。你電池夠唔夠力啊？夠力。3、2、1。母音 A、E、I、O、U 呢啲係高音，亦都係長音。佢哋嘅短音係呢啲字嘅頭音 as、as、a、is、is、e、o、o、o、as、as、a、a-e-o、佢哋嘅高低中三個音調係 a、a、a、e、e、e、o、o、o、a。呢英語拼音法嘅5步，第一步分音節，子音大母音音節，子音大母音，子音大母音。第二步分音律，最後3個音節一定係高、中、低 high、mid、low， 中、高、低，前邊嘅都係中音。第3步拼上，第4步拼下。拼每一個音節嘅程序係母音加尾音，再加頭音 a、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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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l、l、o， 頭音係嗱 n，len，低音係第2音 len。l 有佢自己音節時候改唔到前邊母音，前邊母音讀翻佢嘅平基本嘅短音 o。v va va o va o va o v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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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係中音，係中音 vo len。a v 係 s z f v j 5不改裏邊嘅聲音 v 改唔到前邊母音，前邊母音基本讀翻佢短音 a。l 嗱 o 嗱 a 嗱嗱咧，第一個音就係咧 vo len。l 有佢自己嘅音節嘅時候改唔到前邊母音，前邊母音讀翻佢嘅短音，基本讀佢嘅短音 a 麻 m 麻麻 a 麻麻麻麻，中音係麻 le vo len malevolent， 然後先加嗰個尾音 t ta t malevolent。而家拼下邊兩個都係中音低音，兩個都係中音，冇得改。咧中音咧 vo malevolent。第5步，第一個比較邊個讀出嚟最容易、最快、最順口做去聽 malevolent 一定係 malevolent 係最容易、最快、最順口最好聽。第2個比較係比較兩個高音咧 vo， 睇下邊度出嚟比較高，鼻嘅高中低，喉嘅高中低，口腔裏邊係中間 vo 咧
咧，所以高音喺呢度 malevolent。There are malevolent forces at work in the world. There are malevolent forces at work in the world.